后来这几天实在是有够热，气象局继续来发布着高温的警讯。台北市甲新北市的消防局这4天就接到13件吊山这个体温伤悬、热伤害送病院的通报的案件，大部分拢是伫室外做工的人，像营造的工人、像野牌的工人等等。提醒乡亲，若感觉真热、头晕、胃想要吐，但是佫拢无流汗，都要特别注意咯，真有可能就是吊山热伤害。未来劳工若受到热伤害，是毋是有可能列入到职业灾害的范围内？咱的政府若拆小劳工，都应该爱超前部署。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。日头遐尼大，伫工地内底拍拼，营造的工人伫户外做工课，野牌的工人嘛是共款，汗流接地，长时间忍受翕热。这4天，双北的消防局已经接到包括吊山、体温较悬、热伤害，拢总13件。身体感到很热，然后头晕、目眩、恶心，然后昏眩这一部分。如果也没有流汗的话，这部分的话要特别的注意，可能会有疑似热伤害。台北市劳动局6月初已开始劳检456个事业单位，有2间无休息区，无提供茶水。虽然劳检处认为高温的标准法规顶悬无一个界定，但是日头赤夜夜，常常发生热伤害，敢算是职灾？劳工是心内底上软的一块，劳工权益的保障一定要重视。